光哦，那这样很出色，不出色的，安东会导出哦，像前一阵子英镑在跌哦，很多人都说赶快去买英镑哦，英镑好有，他说别人越来越听他的谈，都有这个投资的眼光，对不对？那这么好的投资，然后你还跟我们讲这样一本万利，哦，既然来去反复，再怎样让讲跟哦，这种盛业怎么不赶快来投资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累生累世以来6万多年的九泉七股6万多人，哦，好，我们的师尊哈，我们的师尊，他求得到，因为他求到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归宗了，已经不在，所以他父亲没有求到，是透过超法，哦，我们师尊哈，他的度了很多人哈，然后老母娘特别恩准，哦，以前都要度100个人才能够超法。然后因为我们师尊他太诚心了，太有孝心了，所以老母娘说哈，从师尊开始只要64个人就可以超拔祖先了。所以他的父亲哈，经过他的超拔哈，